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由澳門浩豐地產製作嘅浩豐資訊台。踏入新嘅一年，澳門樓市受惠新樓盤開售，市場氣氛明顯回升。其中水塘附近嘅舜宇天匯同晉海兩個項目最為矚目，初步錄得過百宗成交，銷情理想。近日澳門政府推出豁免印花稅同放寬銀行按揭成數上限，有效刺激用家入市。根據澳門財政局數據，2025年全年住宅成交量雖然比2024年下跌9.2%，但係樓花成交錄得大約333宗，比2024年上升45%，係2022年後相對高位，反映一手樓同二手樓價格拉近。買家有條件就優先考慮新盤，發展商開價相對保守，主打用家市場。兩個項目現場仲設有現樓示範單位，方便準買家即場參觀。農曆新年唔夠1個月，預計部分發展商會加快開盤步伐。樓市進入減息週期，港股又創近年新高，相信有助資金流入樓市，短期內成交有望維持熱度。感謝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。